台湾话艺术水阁好，古今解说两句啊，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字。好朋友，咱知影讲硕士新闻内底，实在拢咧藏势，拢咧记载社会情理。啊，当然，咱读硕士新闻，第一研究台语的汉文，第二嘛反省讲有真侪言词到甲现代社会的应用，啊，佫讲会行。你像讲有一句话咧描写讲，讲闲话的人足侪，假炮。你就真风色，也被帮人说是非。我即事贱炮，你莫甲我论，莫甲我论讲，我这是牛皮还是马皮做的？我甲捏做红的，人嘛淡薄议论纷纷，讲伊用迄个染料吼，毋是正自私啦。爱讲闲话的人，饲母饲厝，真侪人咧论讲，哇！我看伊挂迄甲卡网，看起来都8、9万块啦。毋过我内行的，我看就知影。伊迄个马裤吼，印电脑柄迄较假啦，讲闲话的人满是。硕士新闻100-200年前就已经甲伊提醒啊，提醒讲帮人伫咧说是非。啊，当然咯，即个是非讲济会出代志呢。内底硕士新闻另外一句讲，是非将日有不听自然无，来说是非者便是是非人。毋过偏偏咱上惊就是这款人，因为入山不怕伤人好，只怕人情两面刀。这款人吼，伊对你讲批评别人的话，你敢若甲嘿嘿嘿，对伊的话直咧点头，安尼就袂得啦。伊将这话搬过甲别人讲，讲国情啊后壁拢咧甲你中伤，你敢知？这正正就是人情两面刀。迄台顶咧做，你讲这款人讲会害人放火，伊无定定讲伊也毋敢啦。伊毋是真正干的啦，但是伊绝对毋是中的啦，只有做半干中的啦。半干中，国正定咧讲，这有哪是干的，毋是中的。毋过吼，拢为着家己的利益，讲话咧共害，甚至乌壳咧互人贴，只有做人情两面刀。当然咯，硕士新闻原来伫咧坑人讲，千万毋通做这款人，因为平生只会量人短，何不回头把自量？你定定心肝内，伫咧讲称斤称重，定定伫咧看人无怨人有，人较好过，你心内伫咧想讲吼，迄一定是偷摕，一定是人抢的啦。啊，咱毋通安尼做，毋通定定咧量人短，咧算人的长短，咱就要翻头来想讲，我家己倒位较不足。这毋是讲叫你讲话爱斟酌哦，连你心肝内咧想迄种的念头，你都要尊重。硕士新闻咧藏势，咧藏人做好，道理就伫遮啦。